从小时阵因为六寮行哈是专门种茶，所以呢间茶厂啊有上百年的历史的。你六寮行当多的时间呢有3间茶工厂，哇，目前冇半间呢，因为茶里下当便宜，因为茶已经打唔让人，包括是各种的海梨柑。天时唔好的时节，种出来嘅柑嘅吼也唔会甜。有一年吼，一年一斤柑嘅吼，卖到咱5万元的个吉祥的钱都唔啦。不过，你做海梨树，它就有个新的生命。你讲有个3两线钱的，你爱做有咩带唔做的啦？是讲我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啦。因为农家人啊，千3万千辛苦的个耕作。种的菜到最尾是无血唔乱到，是满片松叶满片跳啊。所以我讲想开建传堂，那当天嘅传到嘅菜全搞过来。整个台湾5万2千，3万大兵江山钢铁，高叫红错自己10年当两个山歌飞向的山落度，野头嘅歌声唱起心意嘅众人，点地土地上嘅爱，散布地藏度各只角头。一群唔服老嘅人，自家成发到冲青春嘅热情，来阵讲见，就像佛度嘅凤凰重生，老历史一页一页嘅翻转到光明嘅未来。春意水讲人言，养着条重现。春风过去，清明到，后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五下线，梦中对一封思念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望。太初本年苦渐渐，日久处处添归烟，年年应团圆。立冬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伫新竹景林嘅龙华村，丘天明按到六寮行，早伫清朝就有客家先民来到亚道边嘅开垦。六寮行伫景林乡嘅发展历史上，含较有重要嘅地位。伫亚历史悠久嘅客家庄，上爷上娘就系亚嘅信仰中心。散步伫六寮行，看过去山强悠悠嘅，慢慢嘅看得到客家庄头强强嘅景色。老北式传统嘅火房建筑，今日不能对古色古香嘅中北火房出发，听听中北嘅后代子孙仲太高，向下来去探访下嘅淳朴嘅客家庄。仲太哥，呀老木啊，一看那都就地起嘅當有歷史嘅老火房喎，當太嘅，就是感覺到。是喺當太部嘅人家，是不是？因為你早期呢，我哋就去種茶，種茶嘅時間呢，要倡導到咧摘茶小姐來咧摘茶，嗰兩時是青島人來咧，做嘅茶係做嘅紅茶，我小到日本去，你六寮行當多嘅時間呢，有3間茶工廠，目前話冇半間呢，因為茶里下當便宜，因為茶已經打唔讓人。韓國我哋喺屋嘅鐵樹呢，是迄陣味是偏淡漳，是偏松漳喎，所以看伊當鐵樹啦。不妨我們做得起松漳的哦。家下迄牙爸爸牙公了條安排，要按用設計，嗰兩時吼，啊無建築師啊無啲吼，是利用咧傳統嘅個工法來做，做到目前
和保存都非常的好啦吼。看到遐头尾的山景啊，都嗯是强的，有无一堆？一单一单，一堆，该沙包，沙包啊！而且俺落到遐头尾发现，几乎全部都这样子哎，东岛，跟该可能上百年的历史咯。该头哥全部抢进来，石鼓一只一只贴到起，做起来，该断档是奶全部变对个，安尼变对个是水落水的时，其水要这个石包该空流出来，奶是唔会流走。非常有智慧。该东西是按用设计，该露头摆时节是一旦是按用所以我哋山当哪里都看到有个石包，迄个安尼的特色。像係族內保護田地嘅石包，也係華山起嘅中木貨房。一道尾係菜地留下來百年嘅歷史痕跡，也係客家主公崂山整體嘅智慧結晶。聽聽後生人後愛留，沙氣深深嘅落花，唔但將茶園豐田咧，菜地太出嘅農作物咪冇脫咧。唔過啲鹿寮鄉同樣有一群3萬耕種、落田出條嘅人，佢哋用盡心思突破傳統產業嘅限制，開創一條全新嘅路。嘿，阿平哥，安坐，民主，有人哦，找幾人誒？王坤平太哥元旦於台北經營補習班，為了實現佢兩公婆嘅退休夢，啲永年買人一地高人，冇想到殺全力幫100海里減嘅事業，冇辦法離開咧。王太哥3萬照顧嘅海里減，就像日嘅天呢隻春天，以夢想嘅沿途天天開花。阿平哥，家行啊哥啊家一天啊喺沿路都凍到誒。哦，佢吼，咁嘅樹下滴咁嘅，嗰是天確喎。天錯位啊！天確喎。就係換通杯來食，換條來食。很另外一方面是做皮料。也差唔多1年咧，我過年咧，也下雜係青度好係冇？今年這是有較早一絲咧，你下咁嘅算麥去嘅。咁我用嘅看架係熟嘅，做得早嘅啊。哦，熟哈。你像你看你昂人哈，較縫嘅哈，還是較熟啦哈。你像你較長哈，是冇按熟。用色來看用色來看啦。做得什麼咧？做得，哇，當好白嘅，有一些泡泡嘅感覺。白開來。哇。係啊。你試看嚟，你看你下水分。直接嚟試看啦。係啊，試看嚟。很甜嗎？一般就冇這種咁嘅酸呢。今年來講，水分有較少一絲絲咧，唔過甜度哈，你話差唔多成10度左右嘅。10度左右嘅。唔過聽起來當初冇當甜，可是食起來會做當酸，唔會講太甜啊，也唔會講冇味氣啊呢。唔過啊，你講頭擺也特別種茶較多，係啊，佢個安樣嘅體型，種安樣嘅咁好種。海里柑哈，佢嘅特性啊哈，要溫暖潮濕嘅蔬菜咯。溫暖潮濕，你知道咁樣超級冷誒。但是有一個條件，也緊哈，做唔得太潮濕，它要乾燥的這個泥土地，所以人家的那個山坡地是一定度好啦。真嘅。係啦。王太哥講，因為鹿寮鄉嘅奶質當好，排水又好，又因為山排嘅天時當合適種海里柑，故所頭擺人上菜蔬菜菜園，無話種出一粒一粒達到結嘅柑呢。因為安呢，鹿寮鄉曾有海里柑嘅故鄉嘅好名聲。也到尾嘅人，種入嘅海里柑已經有幾下10年嘅歷史了。哇，阿平哥，今日哈種嘅人啊，看下過去件望到人種入嘅海里柑嘅吼。掠下嘅時代啊，吼，後生嘅全部是走去工廠，只存到老人家去工人，老嘅做唔掂，通常掠個人吼，讓人安定啊，吼，也一辛苦啊。對，真係懂得，他看下他真的非常的陡峭，都要做些懂辛苦，還加懂門險。係啊。嗰種也下種到海里柑，假使要買無好嘅方樣解釋咧，我做乜解？所以講天時唔好嘅時節，種出來嘅柑嘅吼，也唔會清甜嘅時節啦。當然，你嘅價錢是唔好，有一年吼，一斤柑嘅吼。
买到张5个元天天，个志向的钱都唔啦。心好痛哦。系啊系啊，你像安尼现的时节吼，拄拄搬来个是买一堆果园嘛吼，嗰陣時大家教5、6年教到難的時節啦，無意中啊，我自家特別有個開補習班嘛，個大家教難的個啲減的啊，我是拿來做點心本細人的事啦，我哋就是只念頭是講，減的啊是將你來做啲海梨酥啊吼。是用買件試看啊，係啊。海梨甘酥，敢唔係就像黃梨酥安樣嘿？你吼較後輩做海梨酥吼，是做唔得老幾強咗，你要做比佢較好。哦，當然要更好係啦係啦係啦。按多年來，因為天時唔穩定，海梨甘嘅品質當難控制，假使未像料價一樣嘅，種嘅面積同產量冇像頭擺按多咧。蒙太高唔盼得上到結嘅海梨甘無人來買，開始研發出海梨甘果肉來做了嘅海梨酥，還可為傳統嘅產業帶來新嘅商機。阿平哥呀，有考？最主要是這個夢啦。新疆，嘿，這個是老婆，就是大家叫她姨婆。哦，明夜哈就請姨婆帶你做海梨甘酥啊！好啊，那就拜託姨婆了。好，沒問題啦。另外幾代誌，好容易，因為屋下經營補習班，細人嘅都嫌忌姨婆，自細都太當好做糕餅，細人嘅看起來係點心嘅起手式。佢老海梨甘白皮薄肉，變化出充滿甘美味絲嘅糕點。做出像黃梨酥、偏西洋嘅海梨酥哦。姨婆要按樣來切啦。你先把一頭切掉。對，按鈕。很聰明，來這樣哈。2刀就好了。各位打車按嚟切下打車，嘿。然後裡面看看有沒有籽。所以我們的油fru弄落去哦。做唔得哦。為什麼啊？因為苦啊。哦。我講客家話就有這樣講。懂，我懂副案的，係嗎？姨婆，你咩客家語嗎？我唔咩啦。好容易啦，當要糖加本客家老公，我學到嘅。咁太切家當年都要到邊天數嘛？橘子成熟時。哦，咁咩鹽分嘅，家下我睇下我哋天數嘅嘛。嘿。咁你將你切到按度啊，做得做幾多嘅你嘅海梨甘酥啊？差唔多10斤，然後炒到2斤半啦。真緊哦！你要做一條海梨酥吼，差唔多你愛甘的吼，要4隻到5隻這樣做一顆。天哪！你看個4粒這樣做一堆個餅誒。只是說你看到你愛甘的按大餸，就是想說，試試看做看啦，可不可以這樣？做海梨酥，但搶係地道嘅料就當好講，老果肉完整嘅白鐵皮、馬鐵子。沙丁倒入麥芽糖，細部天天的筋膠，同元旦當有水分嘅芽，炒到完全糟咁做得做了。姨婆講，炒嘅過程當中，佢從頭一起啊，就係幾陣下做嘅時間呢。哇！姨婆，我看人一個比例根本好勢誒。嘿，給它低油啦，比較低油，對，真的誒，一拿到剛剛就看得到它的顏色比較白一點，會一人冇按到油按哦，各位咧。所以我們炒好的餡就要把它揉成比例，跟這個比例。剛剛多個角角啊，係嘛？嘿，哇，喺裏邊都按呢。說對。而且你說4顆才變成一個餡哦。4、5顆啦，然後這樣子。天啊，好香哦！真係都香誒。這個餡不會甜膩。因為裡面我們有加了一點點梅粉，而且姨婆呀，地都沒有標那個海梨皮哦，有，然後切它油誒，真嘅，而且呀，蘿蔔呀，給切做條狀的模型哈，我們也放了這個，它烤起來那個橘子的香氣都在，都不會跑掉。按用看起來啊，真嘅除了籽加個鹽冇用到以外，其他部分全部都用到誒。是，那我們就是一定要知道說，確定這個是無毒的，才可以這樣用。料包好勢，沙丁啲皮蛋糕黏黐黐好食嘅fru果，但唔會用好就做得了一道細縫醬嘅海梨酥，用到配上地度咧。經過太陽嘅8點鐘高溫配過，一扎食醬米香嘅好食海梨酥就好食了。
韩国互你间变化出来嘅糕点是唔单枪安用听听咯。姨婆呀，地都不用都按豆雕哦。对呀，这比较养生的坚果类啊，对呀，还有这个可是枸杞。呀，他没有讲做面包，你有冇黑披萨？可以唔係披薩啦，跟这不是披萨，法國麵包。哇！呀，地都嘅惠梨感嘅相比，寒冬明顯都要到味耶。对呀，这比你吃的纤维哈，对身体较好啦，没有加任何香料。铺漂了呢，哎，等下卷起来，嘿，给惠梨感觉这是拿来做披萨，哎，里面有我们这个无毒的那个橘子哈，哦，因为你吃这种面包的东西哈，吃一点这个皮，就像陈皮一样，它就不会胀气。姨婆，估计地都标原料全部会看孔天看养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就是说我们吃一点这种坚果类哈，对身体比较好，加上我们这个橘子那个皮，我经过很多程序。蜜过，姨婆甲创业的东西全部系你自家发明出来哦，嘿，慢慢研发啦。老各种食材逐步嘅铺底饼皮糕后，详细嘅老佢建起来，就做得送入配上了。韩国将培养好嘅惠梨酥，就像一扎一扎散发出香味嘅黄金砖，蛋糕悠悠嘅甘美皮线条，像系当上人看嘅艺术品用嘅。绵密嘅糕點被規間幅度充滿甘味香，本人等唔切，上我來試試看下了。姨婆，你個素你啊，真係弄好誒，看你安用磨下一下呀，天天做一系列步驟，就變出安用這麼精緻的糕點，還有小胖都要到位耶。但是之前是很辛苦這樣研發出來的，因為我不是內行人。而且都不要給法文啊，很有那種藝術的感覺，這樣。對啊。哇！呀，地都嘅惠梨感嘅相比，寒冬明顯都要到位耶。對啊，吃二不易，吃都纖維哈，對身體較好啦，沒有加任何香料啦。但這樣都該口感嘛，就凍到成吃，no不會酥酥脆脆。咬到地都剛剛呢，吃這個果肉有沒有？經過佢炒過後，它的果肉彈性很多地度，食到佢凍出嘅香味。各位咬下去，食到佢有凍有口感嘅橘皮、甘味皮都要到位嘅。佢食起來冇嗰種太多嘅奶油的味道，全部係嗰種惠梨感嘅那種天然的果香。因為嘅惠梨酥無油來講不過因為含核桃啊，核桃是係油，它有好油，那健康都要食了到個堅果的好油，那係因為最重要的啦。沒錯，就純手工啦，因為這個核桃你不能攪在餡裡面，攪在你它會濕就不香。對啊，那我們就是要用手工，要烘焙的時候再把它擺在上面，這樣那個核桃烤起來才會香。真嘅，不說搭鋪啊，全部都係人工、手工啊，用天天嚟去做。家下姨婆都會做一個麵包，家下啊，老豆佢都會做披薩，真嘅係愛行人看一個啦。沒有，有人講，因為個做些廠本人參觀的嘛，有玻璃嘛哈，大家看到，嘟嘟人看得到。特色都像你講，對嘛？這個做披薩，沒愛輕功嘛？對，我確定不是我問題。好，來試試看一下個麵包。哇！剛剛不用剛剛料就有發現到凍到，現在切開來破面，有發現到一個料啊，一圈一圈的，都爆滿的料都底度哎。哇！而且這樣要用手工去捲，那個料才不會跑到這個外面，外面你會烤焦，吃了就對身體不好。好，我來吃這個呢，劉。好啊，吃吃看。伊食啦下呀，一種麵包的口感，我不會有一些泡泡酥酥脆脆的，你都係用松軟的口感，本人係做到幸福，而且它一咬啊落嘴，那種素與香味結合出來，你知道那個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組合啊！全部係天然的啦，全部唔係講人工去做嘅配料啦。沒錯，而且又懂營養啊！係啊係啊係啊！那個早餐哈，這樣吃2片營養都夠了。真的。
姨婆讲，一开始制作海梨酥，甘美皮而变几多，长头霸王唔多，美食因美食派，头头的都睇嚟当到上千喷发嘅鲜血。海梨酥嘅研发，它要用睇嚟3年嘅时间。姨婆唔惊麻烦，吃嘅又吃，总算做出大家都中意嘅海梨酥。海梨酥是做了下差不多3年了哈，当然3年来心肝头多少会欢喜啦，欢喜是讲看到手群的哈下去，大家就用挺通起来哈。对，就像阿平哥讲的，他看到沙琪有没有？大家开始动起来了。这按钮不一样，原本已经高龄化、老化的一个沙琪力度，这得加入新的生命力，看匈牙利啊，是他们很大的动力。当然啦，当然这方面哦，爱量啥，因为有按度说嘛哈。因为有想过啦，是青岛人们啊，吼，讲按度说还要做嘛干哦，都会赚钱。看不出来几度说吧，看不出来。唔免，实在讲吼，你也唔免讲我来赚钱，你也唔免讲赚钱。尽讲你讲有个3两线钱的，你爱做咩带唔做的啦。哦，是想讲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啦，哦，按照你做两个健康的东西，对消费者是有意义，对两个海梨甘产也有意义。你连做工厂，对两只社区也是有意义。姨婆，那种按钮啊，一开始对海梨甘，没想到做这变做暗好吃的海梨甘酥哈，变爱种变来替给你做诶。我相信前面一定经过很多的挫折。是有，因为倒掉也不敢讲，因为好像有一点浪费啊，工都不要讲啊哈，那好像面粉又是买好的，然后又麦芽。然后现在我们研发到这个阶段，连麦芽都要自己炒，外面的还不放心。自己也不是懂很多啦，就想说，吃这种糕饼的东西哦，那加一点皮，然后我就去研发这个面包。有很多阿婆啊，去买到东翻译了，有哎呀，我早醒来切2片啊，喝一杯那个茶啦，喝一杯麦片，我就好饱好满足。自己动听唔没动听哦。让别人吃到很满足，自己觉得也很满足，这样子很感谢，就是说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，然后我又不怕麻烦哈，然后这样把它研发出来，真的是在主里面是真的是主的恩典，是真的是够。虽然公婆两煞都为退休嘅年纪，才坚持行出一条创新嘅路。大家嘅鼓励，就是佢哋持续打拼嘅動力。就算海梨甘嘅生產已經無從頭擺按好咧，不過望太高兩公婆還係持續研發新產品，做出本人其他嘅秘密糕點，希望用菜地嘅好味性，打造全新嘅海梨甘產業。接下來繼續聽聽民族，向下來啲探訪。到底鹿寮行还有乜嘅本人其他嘅寶貝呢？來聽。蒲老師、理事長，按走。鹿寮行嘅土改廠係社區發展協會帶領之下，結合環境資源協會嘅職工。老菜地嘅居民自家發起做植物性有機代皮，目的就是為到改良菜地嘅內容，做到永續發展嘅精神。哇！睇先個按做，這都係無限，睇個按做。哇！叫我見水煙啊！因為水煙嚟講，佢要個溫度啊，要50度嘅時間結束嘅水煙，所以你收到某款啊，當然。最近係少誒，你睇下嘅。好像暖包哦，暖包啊，那比暖包好天然的呀。对，那个地度係看得出來有嘅無殼嗬。農行按農行追求呀，韓國而家係技術，然後目前呢，依個應該都係菌種嘅設計。有機代皮主要嘅成分就係技術老農行，其他就係看菜地熟悉來嘅材料來調皮比例，做皮接外邊。菜地來天數嘅職工，行卡係公路前提嘅人咯。一個係嘛個樹葉嘅係冇？一樹葉嘅嗬，一樹葉你可以當它拍色嘅嗬，一拍色是當蟲葉，它就係菌種嘅啲類。哇！上面有拍拍嘅係菌種哦。菌種係菌種係。你講有很多廢棄嘅東西啊，可是
全部好营养哦。哎，全部都有营养，天然的，所以按照无毒的方式啊，当然有好处说，还可以使用，那泥土可以保护得很好，都是用它的有机肥。种出的植物哈，都是无毒的植物，它们是喷小哥。所以它吃起来也该呛出来都会动健康。你也看到的，你有10堆。水桶啊，才有18堆哈，你系共同到，我逐禮拜會翻哈，翻那些人工哈，我哋一2、3、4、5、6沙，最少6沙來翻，因為翻那些很辛苦啊，所以我哋是個基本上是只要付我的材料費100塊錢材料費時候。哇，有的材料費差100元，算係當便宜。係，當面因為記得他用換工的方式來啦，鼓勵我哋他一定要為社區志工哈，記得都使用我哋他可以要換工，那這樣子他們記得他來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嚟。對，就是搞換工的方式，大家互惠這樣子。人力的部分就你是這種老人來是嗎？係啊，而且剛你去搞沒有落身來做？會啦，帶人做啊，帶人來做。係啊，阿爸阿爸咪全部都係喺度福建的朋友。帶了。哦，而且本身佢們也很懂人哦，做事做啊，一下子就不會冷了哎，因為這個溫度好高哦。老愛天嘅農場用溫工嘅方式，係客家傳統嘅經濟模式。先人嘅智慧解決了大量嘅人力問題，日本人當皮膚投擺嘅好方法。不過從推廣嘅環境到經濟，都係對理想嘅概念出發。本菜地冇用到嘅東西，必須夠利用。本做嘅人都有專業，希望後生人進來做得永續發展。從安陽老次年辦活，想法靠嘅精神，係綠寮行嘅人送本土地清珍貴嘅電路。另外，有機代皮除了改善嘅環境，提升農民嘅生活品質，還有其他想唔到嘅好用哦。你跳下來去看啦。走。早安。來看你休嘅嘅。好啊，你是來機場哈，就從完全你跌你就會了。愛邊又識咧？係啊，好嚟。愛邊電梯橋。好啊。紅葉浪太高，係亞洲出世嘅客家人，對自家嘅家鄉有濃度嘅熱情與希望。學世界行卡係其當沙皮嘅專屬，希望用菜地合種嘅好料，為綠寮行加添全新嘅生命力。有沒有聞到？我們其實都沒有那個臭味。真緊呢？全部冇臭味全部冇臭味，做乜解會冇嗰種味勢咧？唔可能佢嘅調啊，腳調啊，全部係你做嘅有機奶啊，全部係農場做嘅，所以其實冇個臭味。哇！古數嘅下尾全部都係有機嘅皮哦。錯嘅，全部嘅有機皮嘅被鋪嚟被調啊，所以你看佢嘅學嘅時啊，完全其實係被分化嘅，本來有機質咬落去，所以唔會皮到有臭味一樣嘅。而家有機皮唔單止攞嚟種菜，還做嚟本雞嘅用啊。係啊，做麵廠啊。做麵廠，按佢碎料，按做得หั่白又做得做皮。按重複的利用啊，親好啊，有機質嚟。而且你有冇聽到我們在講話的時候，會不會有真有一群雞都要 stand by 都做乜嘅？哦，佢都是有啊，等你演員會記咧。要特別嘅雞，唔單止所以係有機嘅，這裡面有機嘅。出來有咩有機啊？所以這就是名副其實的叫做有機雞了。有機雞。你怎麼看到他在笑的？你看他每次都很高興嘛。真的。對啊。一群雞都要 stand by 都做乜嘅？哦，佢都是有啊，等你演員會記咧啊。真的？加 V 嘛嘅？你是我傳統純嘅廚餘下嘅就接啊哈，啊你那邊就是用個接水去換嘅麥米換出來，攪拌雞出來。換出來，咁咩係要講嘅有機皮咩換雞嘅色體？有啊，你係說攪有機皮必須啊。哦，對啊，你地邊都全部有機皮啊。係啊，你兩包全部有機皮啊。哇，就是人家那個 Q 下都係對皮嘅有機皮，但一條有機皮，然後一條準皮嘅一條。攪和 Q 下必須嘅啦。真的全部都有機的。全部有機的。故說一條皮嘅雞，唔單止所以係有機嘅，這裡面有機嘅。出來有咩有機啊？所以這就是名副其實的叫做有機雞了。有機雞。
洪太哥讲，为了顾到鸡嘅品质，对饲料到肉态都係佢自家親身來做。當日按鋪頭，佢還會留存下來嘅飯菜、留汁呢酒，拿來做包熟。殺過來個加添土龜蟲做嘅油雞袋皮，用按你嘅飼料來煨雞哦。Hello， 吃飯了！哇，大哥，你這裡的雞都不大怕人呢。对呀，每天跟我们在一起，它不會怕人的。真的，而且在這個踩的它的地板、它的床好舒服哦。是啊，這全部都是那有雞皮呀。哇，看到這一都不會雞啊，就最後落去就做在朝散呢，就變上山嘅。請啊，就全部給料位數啊。哇 ，Hello， 食飯嘞。來，你位給的。好。給的都係等等呢，來吃飯了。你糖也是客家話冇啊？糖嘅是啊。真嘅哦。係啊。是不是因為我見到也見唔敢吧？見嘛。幾時來的？來吃飯了。也就一種雞係乜嘅品種呀？哦，son係嗰黃土雞、紅鴨雞啊。哦，黃土雞。可以大家身體動結實。對，而且我看到也特別雞動太雜誒，它比一般雞還大隻。大哥，你是不是養特別久啊？哦，對啊，從攞到全部超過6年嘅哈。按從個養雞嚟講，其實都差不多1年嘅時間。啊，按用成本咁高誒。成本它重。對。韓國雞食得又好呢。成本。啊，你攞佢養咁長時間，唔驚雞肉會老脫咧？唔會啊，佢啲雞肉全部唔會老啊，更熟更好食啦。因為佢食東西嘅關係啦。係，是因為佢食得有幾節就嘛，佢啲配奶啊嚇，更食佢身體是更雜，是身體嘅肉是更結實更好食嘅，就唔會老。哦，大家可以按少少按當結。你有聽到大哥講嗎？他有講看下大隻雞看起來小小誒，你怎麼看到他在笑的？你看他每次是不是很高興嗎？真的。對啊，好大的笑容。用康健嘅食材，將做得做出康健嘅料理，就像彭太哥按用肉嘅方式，本佢到當好嘅環境，俾佢也到康健嘅飼料，也到千杯米都會轉到人嘅身康，反映啲人哋嘅康健蛋糕。韓國也要爭一隻皮又醬嘅世界，我用錢嚟生嫩嘅力，將做得老雞做起來哦。大哥，但你這麼一開始會想講要用有機嘅方式來育一條雞咧？你育雞本來是嘛，因為佢本身啊，特別其實是啲奶嘛哈。對。是奶按2年這麼育是不用嗰種嘅飼料嘅條，所以我磨我是完全用啲天然嘅，啊有機嘅是按這個土雞場做嘅配，因為個配啊。佢本身雞是對身健康，雞是健康對人嘅健康啊，係嘛？韓國是點好處是嘛？啲雞飼料佢餓死啊，落去佢攪佢配落去嚇，因為佢配裡邊有最強嘅係一種是氮肥啊。哦。啲雞是嘅氮肥最高，嚇佢都是要拿到咗去土雞場2次利用嚇，按緊做，冚唪唥有機配啊，當然配，所以佢對啲一片嘅土地，冚唪唥就人哋。種啲樹啊，嘛是果樹啊，嚇，全部一種嘅菜，全部落嚟配，係咪個種出來菜又醬又有機質啊嘅。而且這些其實也會回到我們人的身體裡面。錯，係，佢都最尾要循環到人體嘅身上嚟嘛，種嘅水果、種嘅菜係難人體嘅食啦。而且冇怪啊，今年嘅當面人當中就較長命誒。今年咧算長命強啊。對。用有機皮育雞。老用過嘅皮個肥素利用，搭鋪都有環保嘅理念和精神，經過大家同心合膽，維護在天然通食嘅土地。接下來經過彭太哥嘅帶領，100年嘅家棟太樹誒，就地頭前了。另外，啲神樹順頭嘅傳統建築，是喺在地老茶廠起過嘅傳統哦。好，明珠，我介紹你係我廚房嘅廚師汪師傅。哦，汪師傅你好。王龍義師傅關係好人，佢強上嘅佢雖然未同佢講話，不過對料理嘅堅持，就像佢生意有食材嘅身體，一啲都馬虎唔得。接下來，就聽啲民族叫下來老師傅請教。都當也窮嘅，做得變拍出，嘛該美味好料呢。哇，師傅，今日沒有做嘅料理，做嘛也煮到沒有講做配用菜哦？唔係也係你冇個雞地波度啊？
可是鸡那么小一只你会塞得落去啊？慢慢的塞落去哈。慢慢的塞，甲鸡的肚子面不会变态啊？嘿，唔会，你下你面粉。面粉。你加落去哈。加就拢系送买塞个煮太重片啊。还佫加点盐落去哈。cái ngay tí bữa tôi phải dụ, hàng cô cái ngay xỉu， 你随便抢。你这个应该弄得差不多，不需要我帮忙哦。哎，冇你都得原谅下。好了好了，很浪费数年关。其实我真的很害怕哎。不需要戴手套吗？不是。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就算心肝肚都唔甘愿，唔过做一个敬业嘅主持人，还系要好好嘅完成料理嘅使命。老猪肚用面粉搓过后，撒下来老爷爷要做嘅东西细枪，韩国猪肚都带有用老爷豆食材结合，变化出一出食香味都有嘅鸡料理呢。师傅，韩标鸭嘅系，呀，系保姆。保姆落去哦。哇，我说鸭嘅。呀，出菜呀，花了很重的成本哎，还有放一些中药材耶，鸭给还有配果，食材真紧还浓厚哎，还有干贝都凉哦，还有边鸭给嘛咸的哦，呀，迄香鸡，青白面啊，可能有姜麻老香菇，全部要塞进去，啊不过点下问题了耶，人家老鸭给猪肚啊塞到有黏黏嘴嘴，要怎么塞进这里面呢？你慢慢的让它塞落去哈，可以吗？好。哦，还真的放得进去哦，可是按用猪胃应该都唔敢腌吧？它回到肚子，结果竟然回到鸡的肚子里面去，塞进去了，哇哦！那你这道菜这么厉害，你有老给俺妈给养的吗？呀，养生香菇鸡汤啊。那你猪肚放哪里？几百度。哦。要从筒口啊，送过一层那种薄薄鸡嘅剪法啊，加上鸡嘅嗰種清甜味，我一夾翻起來，一個肉就全部散開來耶，已經保衛2點2鐘落落嘅嗬。呀，养生香菇鸡汤啊。那你猪肚放哪里？几百度。哦。用竹签的量好过后，老料理好嘅鸡，放入白头，倒入煮好嘅水，清白面放入浓长度，至少要煲2點鐘以上，才做得好食。撒下來料出料理，要先留雞皮剁乾，過後放入鍋。轉大火，倒入鹹過雞肉嘅水量，等水滾過後，過留雞肉倒入去湯鍋，撒等愛過留雞肉泡過，才做得咯。India ha做嘅係很多紅燒苦茶油雞。哇哦！苦茶油，然後姜麻就咪去切配。真的。姜麻很冷就落去，唔會熱。India用細火慢慢的去煸。料料比姜麻上波要煸到有些金黃色。好，而家雞肉做嚟落去的。哇，這翻炒也是一個功夫，對不對？而家留到醬油膏之後。要油膏。要被上色。跟米絲啊，啊冇燙到冇啊？唔會。因為現在像人家炒嘅雞酒啊，佢是用酒，啊唔過也種炒法咧，它的功夫係同樣嘅，啊唔過佢用苦茶油啊呢。留雞肉炒到皮擦擦過後，順等鑊順加入2湯匙嘅水，撒等蓋好鑊蓋，預備10分鐘煸呢。等鑊度嘅湯會走嘅時節。啲料起來之前，個野地會從嘅留辣椒嘅詳細嘅排盤過後，香噴噴又燒綠綠嘅紅燒苦茶油雞就做得上足了，還像我日日來試下喲。家
甜甜泰国啊，去做的呀个节过后，呀做的品种都在记得全餐啊，吃到这种很兴奋又很幸福。先来试下个豆鸡盘好诶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吃这个原味，高生我就试下第好诶啦。好。哇，肉质冻盘呢吼。咬啊下去就第夹个皮啊，冻 Q。肉真的很较有韧性，而且还它个鸡肉的甜味啊，涩口甜甜，唔是干嘛特别的调味。错嘿，因为佢当佢哋嘅做饭啊，唔是关机啊，慢片做啊，所以佢肉质也冇空中，很适合咩冇空中。而且又需较久的时间，6个月嘞。6个月嘞，又散乱嘞。啊，师傅懂个料理。好，三个来是一个，喺红烧，老定一个富茶油姜下来炒诶，好。两百哇，大家下面条前有老几先蒲高诶，嗰种肉质食起来很较 Q， 还有咬劲。老天爷嘅辣椒也得有富茶有调味，要吃到讲都会包围一层调味的东西，比吃到吃下去很较温暖呢。师傅你要安强啊，这样时你会想讲我老爷的富茶有姜下落去煮咧？哦，因为咧富茶油吼，选起来是一种。当养生的食材，所以呢就用点富茶油来煮点鸡。真嘅，而且富茶油啊，佢经过高温来煮过后，佢希望保持等佢年代呢好嘅物质都伫度啊呢。是的呀，两次师傅特别做出的料理，来自呀个泰国嘅地度诶。哇哦，很少碌碌嘅哦，有先用嘅来是的，几只鸡都有。这硬是弄剪开了。好。一刀係咁抓落去，肉就鬼散開來耶！哇，啲都係料全部係用金散出來耶！你讓它等下看那個魚啊，給它鬆過一層那個黃色，知道嗎？那就是所謂的雞精，對不對？對對。精華在那邊。然後裡面還有糖坤啊。好好。哇！一種湯頭啊，都要追到少量都要嘅味從啲度去。還加啊鬆過一層那種薄薄雞嘅精華啊，帶點雞嘅種清甜味，攞啲按到嘅料啊，乜嘅香菇啊、鮑魚啊，乜嘅糖，全部咪是高腔下整件係當針條嘅味道，然後夾一啲啊嘅雞肉嚟吃吃看下好冇？好。哇！我一夾翻起來，一個肉就全部散開來耶。有冇看到？我剛咬下去，家幾件會崩死嘅，最講幾件凍軟爛嘅。所以最按叫咧。而且啊，煮嘅按叫嘅雞啊，千萬唔叫佢濕濕，它完全不會，就用喺凍嫩啊。本身肉質好啊，所以煮嘅唔會按扭扭那樣。師傅，你對料理家有冇想講，會留一個煮度啊，一條料放落去炕下做咧？因為是想講吼來改變下方式啊，吼，本咧一般客人來到嘅時節咧，是有種無共樣嘅感覺咁樣。撒下來列出葱油雞，雖然食材簡單，就但將淋上切碎嘅蔥花、攪炒過嘅醬，食起來實係又爽口，味是又好哦。還用時間來做出來嘅走馬酒卵，佢嘅卵黃冇粗香味。口感 Q 彈，淋上傳統客家人做嘅客家走馬，特別出來嘅好味鮮，還卡係本幸福，甜甜濕馬流入到心肝度去。這間店頭擺啊係一間茶廠，俺啲講茶嘅歷史對呀宮裡面的來講係當從業誒，那你自己跟這個茶跟這故鄉的關係呢？從細對呀睇吼。哦，從細時陣因為六寮行哈是專門種茶，所以呢間茶廠啊有上百年的歷史嘅，佢因為係講一啲時代進步啊，好多人啊，吼對呢個茶算到還冇人注重，會所謂茶種便宜茶，佢慢慢的，呀當天人啊開始轉變到中價嘛，在中價嘛，中咧慢慢的演變到咧都有。80人嘅時節，感覺氣唔好嘛，慢慢的冬天人慢慢走出冇波咧。對，你自家有出去？我自家嘛出去走過好多年轉嘛，轉嗰時想到講農民的辛苦啊，種咁種到要死，賣冇錢，
咱要想讲啊，伫冬天来攀了休闲农园啊，可以跟了传统，他一家来到了为所有草料有食东西啊，吼，当时开了间传统的比较目的的嘛啊，因为农家人啊，真散忙，真辛苦的个工作，哦，种个菜到水面是无湿唔落，都是满片松叶满片跳啊，所以我讲想开间传统，到冬天你全部的菜全搞过来，哦，啊，就做好料理，本太自家的香品质。对，而且每天暑假的，就是说让他们有一个销售的地方，有只收入啊，大家敢唔出世都太都要九年呀导演，敢唔也哈希望讲，number 你希望看见的琼林会变做那种的样的咧？当然，我希望讲，你供应乡哈，进来进发展哈。所以因为你电线农业时代，差不多了有工业区嘛哈，工业落个带咧，我了还咪行出呢休闲，打出一个品牌哈。啊，你了加嘛，你听那边买比最高价哈，还个呢慢慢的啊，帮银行几多有点按好位数，啊落个地方就啊按好了位数。彭太哥讲，为了保存那个充满菜地记忆的老茶厂，菜地的人金钱长久，千百米老茶厂去做些传统，希望打造出客家传统的感觉，变做是老流行几面的农产品，客家传统的庆祝天。唔但将本爱天来也到尾的人客，做得有地方做得休息，感受到濃濃的客家風味。行卡希望發落菜天，本東流行老茶廠全新嘅生命力，嗰展現出頭擺嘅好光景。來到呀老流行，唔但將看到嘅動作動有價值，客家先人留下來嘅歷史痕跡，也特別人對一片土地嘅痛惜，咪係本所有嘅青菜果子做得到也特別嘅抗旱生長嘅原因。另外呀，就像阿平哥還有姨婆，佢兩三年雖然都係退休嘅年紀，仲用堅持做出抗旱又秘密嘅海梨酥。本日嘅海梨柑，強強都要特別會慢落鐵，唔過重新尋出一條新嘅路。另外呀，本地對生命嘅感覺，留永續發展嘅精神，尤其對皮。唔但將種出來本人安心嘅食材，跳出抗旱嘅記憶，而變化出一次又一次嘅好料理哦。我記得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種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分過去，清明到後面開課谷雨田，烈下小麥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，西瓜青甜，風裡風太出年，苦漸漸，日秋處暑。甜桂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18夜，四季輪迴悠